去无踪，予我请容，予我悲伤，予我怨叹在心中。害我将油问来找真风，也是对袂着伊的行踪，是我误，是我苦，是我痴情又苦强。伊是风，是城，是爱流浪。梦中。哦，恁先转去啦，啊，我家己在遮等啦。哦，安尼吼，啊，我先走。好啊好，小心了。我知啦。哦，那安怎较紧通知我哦。好啦好啦，你去啦。啊，你行路较细点呢。我想哦，因一定有来遮是绝对袂唔对的咧。安尼唔对咧。阿爸，啊你是啥物咧唔对？想着啊，即马人讲小明还袂倒转去厝里，安尼来去因厝里，啊，毋是等于白等。那安尼，咱是要安怎？我来看咱的后日。后日？阿爸，小明无可能会去遐啦。我看吼，咱来去游乐场，遐一定找有。游乐场？你哪知伫游乐场？我哪会唔知？有一届吼，我带伊去遐玩石，啊，小明佫甲我讲，老师，遮做好佚佗的，你下摆吼一定佫爱带我来。我若约了无唔对，伊一定佫会去。可能咧，你无听见今仔日咧银行敲电话来，讲小明是伫后日领钱，我来看伊即摆佫伫后日，咱来后日找看觅。敢有可能？太无可能，对唔对？啊，以我的这个社会经验丰富吼，我判断一定无唔对，信我爸爸。我也是相信我家己啦。小明是我的后生，我决定要来去游乐场来找。哎呦，唔好啦，小玉啊！哎呦，恁家一个去，阿爸袂放心啦。阿爸，那安尼，你陪我来去找。卖啦，你这摆相信阿爸好。我的啦，你若不爱去吼，我家己去啦。小玉啊！哎呦，先生，你有安怎无？你目睭是坐第二粒地下是啊，我目睭一道你。两倍，头痛诶！我当然。小玉啊！哎呦，原来是你啦！啊，你唔是伫边意？安怎无聊出来散步是？唔是啦，我想要出来散步，我正好出倒找小明的啊。哦，我打算去因兜哦，因兜人讲阮三个无伫咧啦，我唔知带你出来找啊。啊，你唔是破片？嘿，我假啦，我假腹肚疼，阮三唔知肯出来恁斗三工。你这就是安尼啦，我才会听你入心啦，我才会欣赏你啦。阿爸，欣赏哈，那安尼，我甲透洞来去斗找囡仔，你就放心啊，好不好？较妥当的，妥当的是安怎？无啦，我你讲你妥当了，人年轻有为啊，甲阮查某囝去吼，安尼我就妥当啊放心嘛，你来。阿爸，啊，阮即摆来去，你家己一个人就要较细腻哦。好啦，妥当的，阮查某囝交代，假使若有啥物失角差哦，我找你算账哦。放心啦，我妥当的呢。行，咱来去。再见。再见。较细腻哦，再见。啊，恁来较小心咧吼。好，再见。安尼好，你两个位来去找，我家一个来后日找，哈，这才互因知影讲我男性的本领。唔对啊，迄后日遐大，我是要去倒找啦。
对个。无唔对啦，伊迄个来吃。绝对无唔对，咱先来先吃。这几边搞咩呢？小明，好，小哥，你两个合作开始的呢。这款代志你来假做，啊我要来讲。小明，你厝的人拢在找你，你知无？叫老师登去请。我无想要转去啦，无想要登去，哪会使咧？爱登去啊！是啊，请。好，小明，哦，了解了解。我是你爸爸，你家业还是交我我请你，我来。不要夹了。小明啊，阿伯，是安尼，等我啊！小明走了，哎呀，莫走啊！进来跟我来等。哎呦，莫走啊！小明，等来住的，等我等来啦。你走啦！哎呀，是安尼，你坐来跟我走去呢。哎呦！因为你别走去啊啦！我迄边哦。是啊，这么变咯？咱今日去打电话啦。打电话哦，哎呦，兄弟啊！哇，这电话是在倒？这有电话，快点。喂，我是小明的老师啦，我正好看到小明哦，伊即摆会刷电去啊，你进来倒车。哦，天晓，安尼我知影，拜托你等我一下，我念来教哈。好，多谢。谁不消息了？免问遐多啦，行。啊，小戴，警察先生，拜托你赶紧打电话哦，甲恁个警察局讲吼，拜托。去走啦！你若不爱走，我喘了要死啊！啊，你若喘啊，你身体有够歹，我都袂喘。你讲的什么话啊？你若我咧爱，甘你咧爱，无你爱看嘛咧？有影，我来，休困者，休起来啦。你走啊，这爽快呢！你这爽快，我后尾死啊，你搁爽快，你有爱哦？阿姐，休困。是安尼，我看。一声咱温死的，有影咧，我嘛是安尼想了，这安尼哭走吼，迄走会过一时哦，迄嘛走袂过一世人啊。是啊，我看无安尼啦，来自首啦。对咧，来自首咧，对，行。啊，这唔对啦！你若去自首哦，人认得做你甲我绑票歹人呢。你黑白讲袂啦，当我若唔是甲你绑票，阮是食你的头路了。都对咩？阮领你的薪水的人啊。哎呀，啥物相信你啦？你去自首哦，你准备叫人关好啊？哈？去人关哦！我唔，哎呦，安尼哦，是安尼是要安怎啦？你问我要问啥？慢慢，闭。慢慢。哎，乖点放慢，讲变。警察来啊！你要甲咱抓，啊，咱两个比同一番，安尼是要安怎啦？哎呦！紧的啦，较紧啦哈！我都有啦，我都咧行咩？哦，紧的啦！紧！今仔拢是为着你，阮才会落魄到这个地步。阿台啊，当你甲伊讲遐，伊敢听有？听有也好，听无也好啦。啊，厝永远就是厝，天下间无不是的爸母。你做人的囝应该爱倒转去啊！迄爸母哦，大家拢是疼囝，你知影无？你爱转去知无？阿台啊，哇，你是当时学安尼，学甲会晓讲安尼一篇大道理安尼，甲大金婆学的啊！安尼甲大金婆斗阵做伙久，敢听伊讲句我嘛会。
今仔日就是为着你，阮两个才去警察局通缉，啊！我跟你做朋友啊。做朋友会用你啊，做朋友你爱听话啊，朋友叫你转去，你爱转去。我不爱回去啊。你无爱转去，安尼有做朋友哦，安尼有做相害啦，安尼毋是咧牵成啦。你害我即摆无面通见人，你害阮有路无厝，你就是明明要害我尔，我加甲讲两句我看唔对是无？朋友爱相牵成呢，你是做咩咧相害尔？好啊啦，你减骂两句啊是会安怎？迄囡仔互你骂甲哭甲你，你搁多强要骂？若两要哭，我哭比较强。是咧创啥咧啼上哟？讲啊好。大金婆啊，大金婆啊，你哪会来遮？啥咯？干那恁会用得来，我袂用得来就对。恁两个啊，就较差不多咧啦，哈。吼，你想讲世间的钱遐好赚哦？凭恁两个这款叫嚣，一个月要甲人赚10万，有啊，甲无？阮就想讲好赚你干呐。啊，好赚哦！嘿嘿嘿，咱借问一下吼，即摆安怎？有感觉好赚无？歹赚，阮后摆要找较便宜的。讲啥？即摆安尼阁无够，阁少想要阁后摆哦。无，后摆拢唔敢。你又做小明了，我甲你介绍一下，我有做大金婆啊啦。大金婆你好，哎呦乖哦，咱唔通哭。哎呦，你知影无？恁爸爸甲恁妈妈吼，为着你的代志是安尼烦恼到要死的呢，足操心的啦。而且恁爸爸甲妈妈嘛有讲哦，讲伊后摆要好好啊陪你，无爱过去应酬啊。咱乖吼，大金婆就是专工要出来找你转去的呢。来，含大金婆转来找恁爸爸甲妈妈。乖，你拢骗我，你拢骗我！你安尼咧创啥？嘿，头家交代，对，食人的头路真艰苦。食你死骨头啦，食头路，要唔赶紧来去找囡仔，你就去食母鸡饭啦。哈？出来了！出来了！哎，小明啊！小明啊！警察先生，拜托你哦，你这说的太快了哦，无安尼啦，你过来一边找，我过来一边找，安尼较紧，好。拜托你哦。小明，小明啊！小明啊！你知我走倒来遮无？小明，你实在有够憨呢！啊，等伊走就已经走去啊，伊敢有可能搁走倒转来，大车等恁找哟。我知，是讲唔多万恁若走倒来对无？伫这山头落曲尾吼，一个囡仔囝扑一个走出去，看要对倒去找，确实有影无简单啊！有啊！穿红衫滚头马比过日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唔知家翁也陪。秀玉啊，我看哦，咱休困一下啦，吼。袂啦，我看吼，还是找囡仔较重要啦。你敢搁惊会去？袂要紧啦，我袂要紧啦。假使哦会当找到小明，我搁较忝嘛，袂要紧啦。哦，你实在啊。我感觉足奇怪呢。像这遐尼暗、遐尼黑的所在哦，伊一个囡仔囝敢有可能走来遮？真有可能啦。因阿爸吼伫山顶买一块地，起一间工寮。以前吼，小明常常拢嘛走去遐佚佗。我看吼，应该是找会到才对啦。哦。因老爸老母咧？应该是到啊啦。无听到，因即摆已经找到啊哦。找到？哦，希望是找到，安尼哦，咱会去较轻松。哎呀，行啦，咱过来去找啦。好，行。哎，真惊。到啦，这去无？这间啦。真正是这间，你有记唔到啊无？袂啦，我会记唔到，阮咧讲伫遐哭偌久的呢。系啊，伫遮。真少的少。嘿，
吹。哦，小明啊，小明啊，小明啊，小明，小明啊，小明啊，喂，小明。哎呦，俺若真是拢无啦。爸爸跟妈妈一点仔都无关心我，连好好的老师嘛无爱我，今嘛连好朋友阿呆，可是安尼拢不爱睬我。妈，妈，我负你，我负你。哎呦，当安尼是要安怎啦？到这个时阵了，搁大金伯啊，大金伯，大金伯，大金伯，哎呦，找有啊？找拢无啊。是啊，嘛含到半只蚊仔好神都无。你奇怪咧，啊，刚一块囡仔囝啦呢，啊，伊有才调走偌远？就是啊，大金伯啊，敢会伫牛条的？哈，五条。小明，小明，小玉啊，你等下带我去工寮遐，讲小明一定秘伫遐，啊，咱找规半晡嘛找无，啊，你即马搁带我来牛条，应该有可能伫遐遮哟。既然已经来啊吼，咱就找看卖啦，行啦，搁来去找啦。好啦好啦。小明，小明，小明，小明啊！小明哎，小明，小明啊！小明，小明！太太，小明伫遐。哎呦，夭寿哦，哪会困在遮啦？哎，这款朋友够无责任的啦，小明啊！老师，小明，你知影老师有大烦恼你无？小明，我嘛是寻老师的啊。那安尼，为什么你看到老师，你就要走咧？安尼是毋对，你知无？我小明啊，啊，弟弟你边仔迄两只哪会无看？因不爱我啊。无爱你啊？哦，我就知哦，绑票摕无钱啊，规家等喺遮无爱插伊啊，这两个有够可恶的，我实在袂调。唔是啊，是我家己饲头路的。你也石头咯？我是头家啊，因不爱救我，我当然甲饲头路。啊，伊两个人有对你安怎无？因讲因要带我转去，我无想要转去，应该走了。哈，啊，伊要带你转去，你哪无爱转去咧？因为阮爸爸刚关心公司的代志，一点也拢无关心我。我才甲妈妈幼儿园甲关在房间的，顶礼拜学校开母节会，叫我参加。妈妈讲伊无闲，叫爸爸去参加。爸爸讲母节会是妈妈的代志，唔是叫伊参加。结果因搁冤家起来，妈妈就走出去。爸爸本来要带我去学校，结果佮接到公司的电话去公司，我接无了，才会走出来。哦，你看，有这种爸母啊，拢无咧照顾囝儿的啦。小明啊，这种爸母规矩莫爱，我做你老爸。你莫讲爸爸妈妈会歹话啊，我嘛会恁做老爸。当我做恁老爸女一个偌歹，迄是你家己无福气，当我做阮囝。你也看卖，我上少吼比恁爸较少年，比恁老母较照顾你，较体贴你，较爱你。我歹听！小明，透动的都是你啦！你看，小明搁走去啊啦！我，小明，小玉啊，小明，小明啊，小明啊，是透动的，透动的啊！塞啊！哦，恁两个啊好啊，要好啊，你教训。啥啦？爱烧阿娘，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不知家翁也陪。啥啦？哎呦喂！
啊？等你是咧创啥？知你唔知啦，伊两个有够恶质的啦。好啊，恁两个我今仔无时间找恁算账，小等我将代志办好，再找恁算账。哎，好当的。啊，你敢是伫咧病院啊？你哪走来遮？唔使，啊破病破久啊吼，嘛应该好个。我一出来斗找小明的啦。啊，真是的哦！哎呦，搁遮熬哦，搁会晓甲人斗3工，啊，你唔则是我的好徒弟啊！赞！当然的啦。知，这卖阿伯啊啦，等我找到小明吼，再下奖励啦。安尼哦，应该应该。知，啊，你有找到小明呢？哈？找到小明啊？啊人呢？佮走去啊。啊，走去啊？啊是走去对去啦？呀，哪边去？对这边，快来，找来找。大金伯啊，小等下啦！我跟你讲，恁两个吼，甲套档的斗找哈，我小等下随去。你紧的啦！大金伯啊，小等下啦！大金伯啊，大金伯啊，你有看到小明无？老师敲电话来甲我讲，有看到小明。啊，哪无看到小明啊？是安尼啦，敢若有看到安尼吼，还袂找着的啦。啊，规阵人拢对迄边去啊，咱若对遐来去，可能找会着啦。好啊，咱起来找啊！小明啊！小明为着闪避大家的关心，煞走入危险的山洞。秀玉啊，是要用什么办法来让小明返去父母的身躯边呢？大金婆感谢大家热情的捧场，还佫有制作单位征求7爷8爷8岁到12岁查甫同志2名，以及16岁到20岁女主角2名，敬请升价4寸的相片以及侧面的相片来互阮。大批车驾台北市敦化南路834巷6号3楼。奖以制作公司收就可以，敬请明仔载同这个时间继续收看大金宝串江湖。将油问来吹真风，也是对袂着伊的行动，是我戆，是我苦，是我痴情又苦强，伊是风是城是爱流浪。